后来，来是云林甲台中的木国柑，因为淡花无雨水，这个落果、裂果的状况愈来愈严重。虽然果农会当申请中央的天然灾害的现金的救助，但是看到辛苦栽种的柑仔上甲遮尔啊食力，农民活得真艰苦。唔好食。果子园内面的木果柑落甲满四架，农友是真无奈，有的人落果有5、6成的，搁较惨。木果今年开的时阵开少啊，你木果你上惊讲迄项拢本来无雨，落一个雨就开始变开始流。农友讲，9月、10月是木果柑上需要雨水的时阵，爱靠雨水来灌溉才会大粒。偏偏迄个时阵无落雨，木果柑的营养不良，虽然讲后来有落雨，因为木果柑伤脆干，一个树伤一个水，果子皮拢闭起啊。判断那个茂果柑农民反映这个裂果落果的一个情形嘛，比较近5年来的一个平均产量是否有增减的一个状况来做最后的判断。云林镇木果柑的总面积有400几公顷，其中果茎甲豆粒占上济。因甲台东的当时木果柑的果农同款，嘛受到可汗影响。落果甲闭果拢超过20%，虽然讲符合资格会使申请中央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，不过过年前会使上市卖量一定会减少。去年介绍平均一袋斤有30块，今年敢会因为量少介绍就起。农业处讲会讨论讲，敢要协助果农处理次级品，尽量来稳定市场的介绍。